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林焕英拿被案胜利用人数优势强势修法，现今案胜无要复述嘛，无要公布。下晡3点半，现今议长倒用台北向各人说明。洪关押超过5档的医团媒创办人雷智英违反香港国安法等3项罪名，今仔宣判成立。咱国陆委会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民主人士。而就海边啊，昨有一场犹太公民节活动发生枪案，造成10来人死亡。美国的布朗大厦校园枪杀案有2个学生死亡，9个人受伤。来看受到日港头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今仔透早北部有真侪所在拢无到10度。新地关西上低温干那7.4度，是全台湾上低温的所在。虽然日时出日头，温度会到23度到26度，也毋过早暗拢较凉冷。未来这几天嘛是同款的天气，拜3、拜4会阁有一波东北季风落南，所以这方面会落雨，天气会阁变冷。拜1北部的天气不遮冷，气象署讲受到今年寒天头一个大陆冷气团影响，不过对拜1开始，大陆冷气团的减弱，各地温度就会回升。到拜3，东北季风落南，这方面的地区就会阁反冷，亲像北部和东半部也会落雨。那到了明天，整体上来说，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4度以上。那不过要留意的就是在明天的清晨，其实整体上来说，还是会有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所以在各地可能低温方面是在14到16度。气象署指出，东北季风要到拜5、拜6才会减弱，但是受到南平水汽影响，南部和中部山区也会落雨。到了周3、周4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南下，所以在降雨的方面，迎风面会比较偏多一些，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降雨时间相对比较长一些，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周5、周6，那虽然东北季风在减弱，除了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之外，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也可能会一些南方的水汽上来，造成一些降雨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要注意温差变化。日时和暗时的温差上侪会差到10度。另外，拜3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海涌嘛会变大，有要去海边的民众就要注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关心股市哦，顶礼拜5美股4大指数拢受压，今仔早起台股一开盘就落超过500点，指数嘛落破28000点，台积电是落35块，落到1445块。即马年底要到咯，这礼拜哦受险业者绩效会有卖压。另外，包括英国、日本和台湾的央行，这礼拜会公布利率，所以拢会去影响到股市的表现。受到普通、甲股文等等 AI 大公司可能有消风器的疑虑影响，顶礼拜5美股全部拢落，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界疲弱，落超过5%，加上台指期夜盘大落561点，引起市场的烦恼。拜1台股开盘毋若失守28000点，早盘捌大落超过500点。主要是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下挫，特别是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担心这个 AI 的一个获利回报的一个速度太慢，所以上个礼拜博通缴出来的财报成绩其实并不差，但是市场还是能够找出这个毛病所以导致呢这个博通的股价重挫，这个也拖累了 AI 科技相关的股票。加在台股尾也无落遐济，不过观察牵连大盘的宽达股台积电。盘面同款青的青，以1450块开出，早盘上价捌落到1445块，落35块。其他电子宽达股，包括华邦电、南亚科、鸿海、大光电、台达电嘛拢落。法人认为讲，这礼拜台股有3大变数要注意，包括顶礼拜5美股甲台指期夜盘大落，还有受险的业者可能会伫年底进前调节部位，出现绩效卖压。上尾是英国、欧洲、日本甲台湾，拢会伫这礼拜公布利率决策。日本央行呢，如果说是小幅升息的话，短期当然会让资金重新移动那可能就会引导亚洲股市，包括台股的一些走向。但这个其实代表日本经济走向正常化所以说中期影响不要太悲观没有必要。专家认为讲，各界预估咱国中央银行会维持利率政策无改变，对市场是稳定的因素。不过，若要观察台股的走势，还是要等去企业获利、甲外资的动向来看。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若要利用人数优势，通过财委法再修版，搁有停砍公告年金的修法。行政院甲总统府怎么按说要以无要附属嘛无要公布的方式来反制？行政院长杜英台伫社群平台嘛强调讲，伊会来尽到民主宪政守门人的责任，嘛取消下晡的行程，要伫下晡3点半开记者会，亲身来向国人说明。今仔早起，总统赖清德调集国政地事，立法院长韩国瑜是无出席。总统是甲行政院阁有柯清的正副院长做伙参详国政。虽然立法院长韩国瑜无参加，总统赖清德调集的院际国际茶会也是照常举行，由行政院政府院长杜英台陈丽君，甲柯清院政府院长参加。15是总统府公布财委法上尾期限，各界关注会中敢是会确认财委法，甲停止抬公告年金的法案。府院执行无附属嘛无公布的方式，创下宪政的头一个。杜英台14暗时伫社群平台抛出黑白相片，强调伊会尽民主宪政把关的责任，嘛按说下晡亲身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不过相关的做法引起在野的批评。总统公布的法令，行政院院长不附属，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啊！他是打脸总统，有没有搞错啊？总统对于立法院通过的法令，应在10日内公布，那叫宪法义务。你没有不公布的宪法的一个选择权。倒阁之后60天国会才要重选，那60天就是行政权独大嘛。面对立言发声，无认同政院会当发动倒阁，国民党团回应讲，袂对咧安尼舞，而且积极讲，就算倒阁，杜英台嘛可能无要落台。如果不信任案投票通过，依宪法规定，阁揆一定要下台。宪法法庭已经被瘫痪，没有暂时处分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阁揆用附属拒绝附属来为我们的宪政做最后的把关。那刘董坚持家己的意见，后续朝野的冲突，百面会更加激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防部的军火标案，和在野党质疑讲，装修业者阁有做 AI 的公司，哪有资格会当摕到标案？早起有国民党的立委就去北检来告发国防部。国防部长郭立雄嘛，搁再强调讲，伫过去20年来，所有火药原料的进口，拢无任何的改变，绝对是无特别为任何一间公司来设计标案。到北检告发国防部，国民党同市议员领导质疑，包括来自台南的河北国际室内装修公司，承认国防部5.9亿的炸桥采购案，经营企业成立的大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标着5.56公里底货标案，无下常理。一个厂商竟然在商业变更登记到标到2亿的军火，仅只花了41天。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相关投标过程合法，程序完备。河北公司强调，得标规定会让人检验，绝对无不法。大洲公司也发声明，强调家己有履约的能力，并且符合履约规范，将会对领导等人提相关刑事加民事诉讼。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正激动地强调，国防部过去20年这种采购案规定拢同款。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就会让他容易履约吗？我们去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因为他只要能够从事国际贸易业，他拿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证明文件、原厂的证明文件，他的交货的品质没有问题，我们就拿得到货。拿得到货，我们才会付款。郭立雄讲，这个会有原物料的重点是上尾敢有法度履约，而且厂商投标进前拢按纳预算金额的3%，得标了一个纳5%做履约保证金。若是无法度交货被解约，就会没收履约保证金加停款。因过南洋立委搁在点名，方将地下也标着国防部的标案。因过姓吴的政府责任涉及伪造厂商资格投标，也搁被判刑，要求国防部暂停相关标案。110年底，他才变更登记，在111年年底，他标到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的伺服器及网络治安维护的5项的标案，以打弊之名行阻止国防发展之实哦。这个困境就是他们希望让这些厂商觉得困难，让未来没有厂商再敢投入国防产业自主发展。王宏伟要求国防部彻底调查相关标案，不过民进党团是批评在野党以打击标案的名义，要阻止国防自主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桃园机场第3航廈北登机笼厅，按算这个月25就要正式营运咯。今仔早起，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嘛去了解试营运的状况。机场公司是表示讲，这2天已经增加到1天12个航班7次，有出境的航班，冇入境的航班。试行旅客行的路线，立法院交通委员会15早起来桃园机场考察第3航廈北登机笼厅试营运的情形。除了听桃机公司简报，也亲自行一座航廈的动线检查设备设施。希望这个全面的运作之后能够让国际的旅客看到台湾机场的一个进步。相关的运作及维护我们还要再继续的来督促旅客的一个舒适程度跟人这个走的一个动线今天来看我觉得大致上是真的很不错了哈。那我们也相信有一些细节的部分，这几天他们会再改善。北登机笼厅这个月25就要正式营运，立委希望到时旅客当看到全新的登机笼厅，对动线、登机等相关功能甲服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机场公司讲，试营运的阶段就是一直优化，在这2天每天拢测试12航班，除了出境的航班，入境的航班也做会测试。试营运也是等同在营运，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做精进的过程。那当我们正式启用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所有该微调的、可以改进的，都把它做好，做最好的服务。除了要达成桃园机场发展经济亚太中心的目标，第3航廈建设已经投资新台币1283.73亿，是桃园国际机场上大规模的扩建计划，工期自106年动工到116年年底。完工了后，3航廈总共增加21个停机位，每年增加2500万人次的旅运量。规个桃园机场一年会当服务8200万人次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有一间公立的高职传出一个查某学生摕英国的卫生纸去切同学的册包和文具，佮摕干仔装便所的泰国水爱同学啉，画面马上传到网络顶头。学校嘛表示讲已经展开调查了。一个学生将用过卫生纸将笔盒内底的文具倒面册包拢切一遍，另外一个画面是到便所摕塑胶管装马桶水，互不知情的同学啉落去，彰化一间公立高职传出疑似校园霸凌的事件，网络影片引起议论。学校表示已经展开调查，启动校园霸凌的处理机制。那我们今日内也会组成处理小组，目前都是继续就是正常就学中。那我们学校也会持续的一个关心、了解，还有提供相关的辅导机制。但是发生第10日，学校表示已经进行校案通报，佮启动校园霸凌处理机制。处理小组委员报诉会由教育部针对性霸凌事件专业调查甲调查人才库组成，初步了解双方学生无过节，案情细节甲受害人数依然爱个调查。警方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家庭报案，那看接少年事件处理法会依法办理。本案为发生校园内的校安事件，由学校循校安系统通报相关单位处理。本分局持续关注案情发展，如有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相关法令之行为，依法侦处。学校强调，当事女学生目前请假当中，另外受害学生15依然正常到学校，后续学校会继续关心，佮提供辅导机制，维护学生权利甲身心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顶礼拜四暗时有一个少年队的警察组下班，甲厝的人去红山的餐厅食饭，煞伫餐厅外口互拍着伤哦。有传讲是伊甲餐厅员工有冲突，也毋过餐厅的头家是指出讲，一个警察亲像是甲2楼倒算员工发生冲突，即马专案搁会调查。警方到现场了解状况，查找涉案人员。11暗时9点外，高雄少年队一个40岁姓吴的警察组下班了后，甲太太囡仔到红山文良东路的海鲜餐厅食饭，食了后煞伫餐厅外口甲3男1女冤家，佮互人就拍到边的北上街。这边打架啊！里面楼高一大呀。都有的，因为他是楼上的，跟我们楼下没有关系。真的不知道，跟他们不熟。15早起餐厅还未营业，头家讲，甲警察组去冤家是餐厅2楼倒休店的员工。消息传出了后，民众感觉真喊过，因为无论是因为人客，或者是警察身份，拢无应该互人拍。
当然是不好啊，但是那个是他们店家应该要去管制的东西啊。那因为口角的纠纷遭陈贤等4人出手殴伤这个案件据了解动手殴打的4个人，目前由警方逮捕后全案依妨碍秩序来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当初伫下班时间，互人拍代志，少年队回应，警察组甲亲人食饭了后，到2楼照便所，疑似发生误会，落楼离开的时阵被带到店外拍，毋过无还手，面有点红肿刺伤。专案要咧警察了解详细冲突的原因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的灾民不满花莲县政府要承诺讲，明年敢要来编马太安溪重建的经费。今仔早起，甲大量的土沙倒伫县政府的路中来表示抗议。在比亚地空口23马太湾溪棒山河抢来土沙，光复乡灾民将土倒伫花莲县政府门口口的路中，各将市政会馆长刘伟博军旗呈现在顶人相片带入土内底。我不管是花莲县政府、乡公所还是中央，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是放弃呢，还是不放弃？你要给我答案。马太湾溪大水到即马84天，光复乡灾民怨恨，到即马生活也是无法度回归正常，无法度接受县府明年115年度县总预算竟然无编列救灾重建经费，因为县府已违反灾防法的规定。灾救法第57条就明定了，地方政府有复原跟重建的责任。你凭什么不把我们当人看呢？我们都是人呢，你就这样放任我们灾区这样？这是为11日后，光复乡民到县府第一摆抗议，县府表示会依法编列经费。有关重建委员会的部分，我们县府已经在上周启动。另外，有关相信他们关心的重建经费的部分，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法令规定来为乡亲争取最大的权益。县府强调，编列灾后重建预算按照地方制度法、预算法等规定，希望议会按照法定定数启动审批。按过定数会议结束，副会审视协调，安怎将这案件送入大会审批，大家拢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香港以传媒集团78岁创办人黎智英，防指控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已经被关押超过5档了。今仔早起，香港法院进行宣判，法官是裁定黎智英被指控的3个罪名全部拢有罪，明年1月会来宣布刑期。香港西九龙法院伫早起11点判决，3个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是裁定78岁黎智英，甲3间苹果公日报相关的公司，各防指控的2项勾结外国势力，各1项的煽动罪拢有罪。伊嘛指出讲，黎智英是案件的主谋，相当是被判无期徒刑。黎智英知影有罪判决了，表现是真平静。伊的太太甲囡仔冒出电报听。咱国陆委会是表示遗憾，嘛呼吁中共甲香港政府应该随甲黎智英放出，停止迫害打压民主人士，还幸福香港人基本法承诺的自由甲权利。再来看澳洲真出名的邦大海边昨办一场犹太公民节活动，所发生庆案。路透社的报道是指出讲，已经有10来人死亡，有40外人受伤。警方指出讲，有2个枪手应该是爸仔囝，这个爸爸已经被警方断死了，后生是搁伫病院抢救。有真侪国家领导人嘛将对这件庆案来表示谴责。原本6日犹太节日公民节庆祝活动伫澳洲悉尼有名邦大海坡，今天嘛变调，连续庆声拍破节日气氛，现场民众是真惊吓。警方统计，迄时阵差不多1000人参加，庆声连续差不多10分钟，数百人惊吓逃走，拢米入去沙坡，走路或者是复原建筑物内底避难。It's kind of like I don't know, fish in a barrel. Like the guy had I think of what I've been told, he had an automatic rifle, big gun, standing on the bridge. Everyone was just running, and there were bullets, and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and we were really scared. 警方验判2个涉案的凶手是爸仔囝关系，50岁老爸已经被环境断死，24岁后生要在病院抢救，规事件死亡人数要在千元。It's very sad duty this morning to report that 16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as being killed, 15 innocent people and 1 perpetrator.
这场针对犹太社会攻击发生在国民节期间，也是以哈战争为2023年10月爆发以来，欧洲境内反犹太事件上严重一件。但是发生了后，真正个领袖拢谴责甲声援，总统热情地发文，除了向罹难者致上上深切的哀悼，也表示台湾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的行为，搁伫这艰难的时期，甲澳洲人民甲犹太社群徛做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发声回应。Anti-Semitism is a cancer. It spreads when leaders stay silent. It retreats when leaders act. We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stamp out anti-Semitism. It is a scourge, and we will eradicate it together. 警方表示，福加在这热心的查甫人无顾家己的安危，为向手头夺枪，才互更较侪人用活落来。代志发生了后，各地民众主动举行职工周暝，为伤者来祈祷，也为这件代志来反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正出名的 Brown 大学第13嘛发生枪案，造成2个学生死亡，9个人受伤。警方伫枪案发生了的12点钟，伫一间旅馆抓着枪手，是一个军人退伍24岁的查甫人。伊18伫网络铺文表示讲，伊暗算要去 Brown 大学读册咯。落得岛州的居民甲学生14做伙悼念布朗大学枪击事件的罹难者，学校即马已经取消这学期所准的考试甲课程。即天学校内面情绪数搁开始落雪，好几个社区搁较哀伤。警方伫咧离布朗大学塞车30分钟的科芬特利镇一间饭店内面拘留一个关系人。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it was a gun, but then I was like, no way, you know, that wouldn't happen. And so I just kept sitting. But then a friend of mine in the office jumped up and when he got the alert. 媒体报道，这个查甫人是24岁，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班哲明·艾瑞克森。2021年到2024年担任陆军步兵，以专业兵的阶级退伍，无前科。捌伫领营大本计划秋天伫布朗大学读书，即马毋是学校的学生。When it's here, it just makes it so real. It literally hurts. 警方认为无其他的共犯，因故无公布作案的动机。根据枪击暴力档案统计，这件枪击案是美国今年要甲400件同类型事件内面上新的一件案例。布朗大学是美国历史上久的大学之一，全学校也个附近的社区，即马大家拢也个真惊。代志发生的迄当阵，学校北发布封锁加撇蓝灯，已经伫咧14解除。这件代志也互包括美国总统在内，也个社会各界表示哀悼，也个关心校园的安全加枪击暴力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德国甲欧洲甲美国官员会谈，讨论美国针对俄乌停战提出的和平计划。泽伦斯基是表示讲，若美国甲欧洲会当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伊会来放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德国总理梅尔茨主持的会谈当中，甲美方的特使，也就是总统 Trump 的特使魏科夫甲竞赛库许纳见面。梅尔茨简单致辞了后就离开，和双方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顾问李特文表示，12月14会谈已经结束，其他欧洲领导人预计12月15去到德国了后会继续会谈。全部结束了后，由泽伦斯基对外来说明。李特文补充，官员当咧审相关草案的文件，伫未去必任的路任，泽伦斯基透过通信听息表示愿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来换美国甲欧洲的安全保障。Сьогодні двосторон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а саме гарантії Article 5-like від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для нас 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від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олег для нас, а також інших країн Канади, Японії тощо.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це можливість, щоб не розпочався ще один прих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根据北约第5条款，若准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伫咧欧洲也是北美洲受到武装攻击，会互人当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成员国会启动集体防卫的机制。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自一开始就希望加入北约，也毋过来自美国甲欧洲的一寡友伴并无支持。罗西亚总统普廷对北约扩大甲乌克兰的加入，直直拢是反对，主张乌克兰必须爱保持中立，袂当有北约部队来进驻。北约秘书长吕特12月11日必任演说的时阵表示。
保育必须爱为咱的阿公阿嬷，也是祖公祖妈所经历的战争规模做好准备。也讲咱是罗西亚后一个目标。克林姆林宫是好年相关的讲法。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看起来那像是一个已经被记入历次世界大战到底是啥物款的世代所发表的言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美洲的第二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保守派的候选人卡斯特是以将近60%的得票率打败对手。现任总统嘛强调讲，政权一定会和平的交接。尊顺优良的共和传统，第二特别下任的总统皮瑞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当选总统的卡苏德祝福。皮瑞克强调，这是第二再来的传统，佮提醒卡苏德带领国家是一份重大的责任。Recuerdo también cuando me fue a saludar aquel día hace 4 años y hoy día le presento mis felicitaciones porque ha obtenido un triunfo claro. Y usted ha sido electo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y por lo tanto de todos los chilenos y chilenas y eso usted sabe es una gran responsabilidad. 对前总统的致贺，卡苏德嘛展现风度，答应会进行一场互相尊重的政权过渡。第二选务单位宣布，右派候选人卡苏德伫第2轮的投票摕到59.16%的选票，赢过左派的候选人古拉。卡苏德的主张包括去边境墙部署军队打击犯罪，阁有驱逐非法移民，成功去应对社会无稳定、甲高犯罪率感觉野生的选民。Hoy día le hago el mismo planteamiento, que esto sea una transición muy ordenada, respetuosa y por supuesto que si el 11 de marzo juro como corresponde, después del 11 de marzo me interesaría también mucho contar con sus opiniones, con su mirada de lo que es el país. 败选的左派候选人古拉嘛已经打电话给卡苏德，展现民主风范。不过伊嘛向支持者喊话，强调近年来争取到的民生权益袂当搁再牺牲。Dijimos con mucha claridad que aquí no puede ponerse en riesgo las conquistas alcanzadas por las chilenas y los chilenos, el aumento de las pensiones.La gratuidad en la educación superior。第二是中南美洲经济相对稳定的国家，本届大选的结果嘛，呼应阿根廷、萨尼瓦多等国家的右派趋势。分析指出，对犯罪甲混乱野生的选民，当咧促成南美地区自1990年军事独裁结束以后，我向右派上激烈的转变，公司变异。过来消息来看，卫生福利部按说明年要成立儿少甲家庭支持署，有儿少团体就呼吁讲，战绩应该爱提升到中央，嘛应该爱增加儿少相关的预算。卫生福利部是指出讲，目前儿少预算只占 GDP 的2%，所以嘛望讲有当甲民间团体做伙来拍拼争取，望当会讲来比较国际的趋势，至少得爱有6%。26个儿少团体组成的李推民招立委卫福部召开记者会，针对卫福部2026年要成立的儿家署提出疑问。因指出，儿家署看起来虽然是新的单位，不过实际上就是卫福部社家署保护署原本的脚本，重新摆的组合略略，看不到制度的创新。公布的一个草案，我们看到未来的儿家组分成5个组，可是我们细看这5个组呢，绝大部分都是现行的卫福部社家署跟保护司的业务的重新排列组合。那甚至民间其实很期待，就是因为是卫生跟福利嘛，希望健康，特别是儿童、儿少医疗的部分可以进来。李推民也提出几项诉求，建议行政院爱设立儿少事务委员会，会当参考日本儿童家庭厅的做法，规划政策，维护儿少身心健康等等。因也指出，照目前的规划，儿家署甲少年2字提掉，敢若剩儿童，恐惊会造成青少年相关的权利和发展，伫咧制度内互人忽略。我们其实这一次发现，他们在辖底下有一个叫做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组，但是他移除了少年2个字，所以我们觉得他其实是有点政策的倒退。那我们也要问的是说，为什么又要跟托育服务绑在一起？因为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其实是不应该在同一个组别的。民团表示，因真肯定政府设立儿家署，不过若是干那合并单位无增加权力，恐惊无法度真正落实儿少优先。因也呼吁政府重新检视儿家署的定位，提升中央儿少专职单位的功能。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讲台湾的大人2个人都有1个人伤过大苦。最近市面一款减肥车是袂甲欠货。也毋过，医师是建议讲 BMI 超过30才通使用。
嘛提醒讲，做这款减肥食会有鸡肉严重流血副作用，所以就爱斟酌评估。体育署伫最近发布调查，台湾大股的比率伫过去10年增加5.3%。国健署上新的资料显示，台湾成年人每2个人就1个人伤过重或者是大箍，无想要辛苦运动减肥，拢想要用快速的方式，所以这种散散减就袂甲欠费。当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快速。我有听说过，可是他们说那一支针也是要自己打，也要有勇气去打它。个人需求啊。他觉得 OK 就 OK 啊。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散散针是一种长臂素，主要作用是抑制大脑中枢想要食物件的欲望。食这种药了，会较袂想要食物件。不过医生建议，散散针适用的对象，除了糖尿病患者，除非是 BMI 大过27以上合并糖尿病，或者是 BMI 大过30以上才建议使用，因为只要是药就有副作用。若是大人要使用，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监测身体组成，才袂体重降落肌肉也流失，也就是肌少症。告示身体虚、骹手无力，甚至影响行路。肥胖它跟上百种的一些疾病是有相关性，乳癌啊、卵巢癌、大肠癌这些都会跟我们的一些脂肪过度聚集所导致的一些癌症会有相关的风险。再来就是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相关的因子，比方说像糖尿病、高血压。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最近散散针伫咧国内有滥用的情形，有人对日本买回来，也有人伫中国淘宝网买。食药署讲，用代购或者是伫咧国外买，因为来源不明，有可能会买到假药啊。也强调，散散针是处方药啊，袂使伫咧网络、社群平台或者是其他非正规的通路买，若无上悬会当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伫12月份开始，伫高雄来放送早起佮中昼2则新闻，帮各位当来平衡南北媒体的资源。第一台嘛强调讲，这只是头一步，煞来继续拍拼伫第一台的新闻甲节目，呈现出愈侪南方观点。公司第一台南部新闻直播正式启动。伫济济贵宾的参与下，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新闻直播正式启动。对12月起，第一台逐天的早起、中昼2则新闻，透过全新打造的新闻摄影屏，对编辑台到新闻主播，全部拢刷来伫高雄直播。公共电视总经理讲，这只是一个起头，未来公司会有愈来愈侪节目刷来南部直播。今年我们克服了种种技术的困难，把这2节新闻搬到高雄来直播。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其实台语台在南智中心开始成立之后，也不断在南部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跟学校的建教合作。咱南部的人才、南部的学生会在咱南部这开始学习，所以这对南部特别是对高雄、甲阮做伙的台南、甲阮做伙的屏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代志。这嘛是国家支持公司正重要的价值。毋但甲媒体人才带转来南部，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伫2023年成立了后，都一直为着南部媒体资源的边境在努力。透过新闻甲节目，毋但为南部县市来发声，也照着甲学校的建构合作，培养南部在地人才。第一台台长讲，头一部的南部新闻直播已经完成，伫咧国际甲台海情势紧张的情形下，速度来会继续为第2部的目标来拍拼。当这是就讲开这个新闻是有一个备援的这个概念。甚至就是国家资源的经营，所以未来有考虑就是讲，咱有法度在南部直接发射无，这也搁咧计划中。第一台南部新闻直播代表的毋但是资源的投入甲出国人才的回乡，也是南部在地声音的放送平台，以及未来国家安全的第2保障。台长吕东熙讲，这第一台拢会当做，嘛愿意做。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行政院甲总统府准备要以行政院无要附属法律无要回应来回应在野党强势的手法。行政院长戴英泰即马等下开记者会来亲身向各人说明。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立法院这次再修正的财划法，有其明显违宪之处。首先，违反了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实质侵害行政权。第二，修法的过程违反公开透明与实质讨论的原则，破坏民主程序。第三，
若一旦施行，将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无可回复的重大危害。行政院为宪政机关，有义务履行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忠诚，依照宪政体制，行政、立法两院的宪政争议，理应由宪法法庭来做最终的判决。但是，因为立法院修订了宪法诉讼法，不合理的拉高宪法法庭议决的门槛，更多次背革总统所提出的大法官人选，导致宪法法庭无法运作，失去了弭平宪政争议的能力。今天是总统依法公布财阀法修正案的最后期限，身为行政院院长，必须以不负义的方式来捍卫民主宪政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了坚守3大民主宪政责任，本人无法附属这项法案。再来看即摆社会是真泛滥，假交租诈骗真多。最近诈骗集团又阁有新的出头，利用线顶的批发，向民众来投资讲只要3万5万的成本就会当来投资，嘛已经有超过10个人报案咯，其中阁有未成年的受害者。一个查甫人伫超商签文件砸足侪现金，交互眼前穿乌衫的查甫人。当2个人交易结束，便衣警察随现身。小额出金，取得被害人信任，再诱骗补款，收取25万元，于超商当场查获诈欺面交车手，并依法移送法办。原来，这个查甫人伫面册接触到假投资的广告，头起先捌着甜，赚900块，互人写起贴价投资，走去家人的超商见面，摕20多万的现金。这款的假投资诈欺，今嘛有新的部署。脸书啊，或是 Instagram 上看到这种就是诈骗集团投放的广告，就是说你是批发的厂商这样子，那你付出成本金以后，你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食品并不会到你的手里，它就是帮你在这个网站上卖出。警方发现诈骗集团的步数愈来愈多元，结合假投资加线顶批发，误导被害人家己做头家，像讲假影卖囡仔衫的顶盘，纳3万5万的本金，就有人倒卖，免做代志等趁钱，到单有10多人去互骗去，其中阁有未成年。早起直直变，即马嘛有这款。中央银行紧急提醒，官方的名义互人证明，骗民众伫国外有得奖要汇款，要求提供个人口座资讯，也是立手数了。民众的国外汇入汇款，它的通知都会经由一般的商业银行，那中央银行是没有面对一般民众的业务，所以呢，如果有接到说，比方说是国外的汇入款进来啊，会卡在央行，这个全部都是诈骗。早起唱手，若要汇款，一定要提高警觉。警方提醒，只要互人指定汇去私人的口座，防骗的几率真高，一定要查证，唔通互辛苦赚的钱防骗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云林县环保局利用无人船来模拟港口漏油的污染，嘛来进行紧急应变，加找找污染源哦。无人船是会当来挖进一寡人较无法度挖进的所在来进行采样，嘛当来提升防灾的效率。用无人船舀吸油的面锁啊，会当快速把水面的污染物集中，较免因探找。为着强化海洋污染事件应变防护能力，云林县环保局以无人船调查掌握污染的范围，也舀吸油的锁啊，结合环保船队甲民间志工加速水污染的应变能力。布设燃油所，第一时间迅速防堵污染扩散，缩短清理范围及提升效率。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未来无人船应用也会结合环保稽查队，针对县内河川、沟仔污染，因为过去县内捌发生过工厂大量排放污染物，毋过因为河川真歹挖进，也是排放口防黄掉的真歹查证，拢会拖到采检物的时间。可以以无人船从岸边出发，沿着河道往上游巡查，更快速找出污染源，执行采样动作，可提升效率。直接那无人船如果会采水，可以直接做侦测，那更方便了，就可以补足我们能力得不到的地方，或是说能力无法去抵达，去所及我们要的东西呀。环保局表示，云林县伫2021年成立23队水环境巡守队，由社区、学校、企业甲民间社团所组成，
长期伫落水溪、新好尾溪、甲北港溪三大流域的沟仔、大排等等进行水质检测。有水环境的巡守队员讲，未来乃会当应用无人船，通提升作业的效率，守护水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环境部长潘启明今仔日立法院有立委针对台南乌树林暂时的粪扫场导火类似的问题，环境部是按算要安怎处理。部长嘛表示讲，目前全台湾大约60万吨的粪扫是囤伫掩埋场，今年因为风台落大雨，佮加上喷所以粪扫量是加出预期20万吨，会来拼明年底处理掉。台南乌树林废弃物暂时处理场顶个月火烧，烧10外工才拍花，引发粪扫山处理问题讨论。立法院卫生环保委员会15针对粪扫山的危机，也有树叶废弃物的问题，质询环境部长潘启明，立委继续追问台南市环保局敢会发，也质疑这废弃物的小块，若准山上第二新污染，安怎赔偿农民？如果验出来了，你怎么赔偿农民？还是要等他们自己去找国赔？基本上我们有跟台南市环保局在讨论这个事，那他们也告诉说他们未来的规划，包含量测等等，然后跟地方的在沟通。是他自己如果说违反了法令，他自己要罚自己。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全台湾大约有60万吨的粪扫，都囤伫咧大粪扫场。面对立委的质询，潘启明坦白讲，今年因为大型的天灾加上喷，粪扫量是比按算的搁加20万吨，会拍拼伫明年底进行解决。立委也追问讲，非洲地这事件了后，台中地喷的粪扫场处理的情形安怎？台中临时处理的那个厨余掩埋目前进度到哪里？能不能最终解决啊？掩埋它已经不进厨余掩埋了它现在全部进去焚化。因为政府决定2027年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规划未来1年内，予421间用喷的饲猪场转型做饲料场，期间敢若开放树叶喷来饲猪。潘启明强调，餐厅的喷清运当中产出的油，拢会当回收制作做航空用油。喷过去拢由饲猪的回收，但是即马有禁止喷饲猪的措施，就一定会有一寡成本，提起个人稍后时减少喷，互源头减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文化局又搁请出行仔鸟来宣传甲因号一寡古地名放伫观光地区，要来吸游客。也毋过煞传出讲有诶互破坏，甚至有诶互偷摕去。文化局是强调讲，这拢是市民诶资产嘛已经报案咯。伫台南街巷内底，即阵有7只用府城古地名做主题的行仔鸟意象雕塑，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拍卡。毋过却传出有雕塑互人弄歹去，甚至即伫州岭即个所在，用黄铜古地名做的告示牌，互人偷摕走去。文化局做的即个行仔鸟咧，真受欢迎，真高，最后即摆踩伫咧大路边，毋过即摆煞吼即铜牌做的即个告示牌嘛，互偷摕走去。好有看的，我行过拢有，当时也有咧注意当时用他嘛唔知。那1、2礼拜啊，1、2礼拜。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呼吁，就是可能向市民去多广播一下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在这里，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它，可能做一些更多这样子的教育。在地乡亲感觉偷摕这告示牌无妥当，其实行仔鸟是台南400活动摘出来红仔，这回文化局规划活动，分别甲行仔鸟放伫大西门、大井头、大东门、顶府城古地名路线顶面。初步观点受损状况，大井头的雕塑是互学生无细力弄着歹去，那学生当时有主动报案，州领的部分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不管今天行仔鸟出现在哪里，做了什么样子的指派的任务，那都希望呢，其实大家可以用欣赏，好好的跟他拍照，或者是跟他做一些互动，但是千万不要拿行仔鸟身上的任何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文化局强调，行仔鸟是艺术家参地很共同完成的公共艺术，每一块黄铜牌有台南独有的历史甲空间的记忆，嘛是市民共同的财产。这按算等到明年10月，文化局讲，若民众发现有受损，也是告示牌搁无去，会当主动通报文化局，因希望透过市府甲民众做伙来守护街头的好风景，卖互公共艺术搁受到迫害。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中华消防局接到检举，讲有庙会甲拖车当作是炮台伫顶头伫放烟火。消防局是表示讲，若庙方放烟火无申请许可，会来处罚。烟火伫天顶线开，色彩真水。
庙会活动定定会放烟火表演。中华花坛一个奖标13举办庙会活动，伫暗时6点到8点，总共放200烟火，甚至也请大吊车来放炮啊，也吸引不少人到现场来观赏。烟火用大台的吊车来吊，放很大，所以说有两批是在放就对了。对。不过，中华关消防局也指导民众检举，这场庙会放烟火无申请，而且现场啊找一台拖车做炮台来放烟火。消防局派人去看卖，不过伫宫庙附近就发现这台载有各式的炮啊烟火拖车，于是就对这台车后边来搜证。那于路上发现有拖板车载运爆竹烟火的情势，消防人员驾车于后方搜证，并向警察机关这边来转报。那后续该拖板车向北驶离该处，未有释放爆竹烟火的状况。中华关消防局讲，因为考虑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加上消防员无权甲伊走来查，会将查证的资料交由警方通知这拖车车主说明。因若无经过许可放这个炮啊烟火，无符合释放的资格，无投保公共意外险。经过调查，属实拢会依照炮啊烟火管理条例来揭发。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天府路最近的时间沿路拢改为红线，也毋过所有部分的路段嘛是改为白线，甚至有红有白，后边就是看甲无啥啥。施工单位是表示讲，因为在画红线的时，有部分的车无线走已经有要求厂商就要赶紧改善咯。一捆啊红线，一捆啊白线，民众发现新竹市天府路路边本来白线拢改成红线，不过有的所在阁无画红线，后袂少驾驶看甲无啥啥，到底是会袂当停车无？当然是会误导啦，只是这个可能也是他们自己要改进一下。就干脆就全部红线掉，就不要画白线了。就是在沿路的这种施工路段沿路去画红线，主要是为了用路安全啊，主要是用路人安全。原来是自来水公司当咧附近施工，拍算甲新竹海水淡化厂的管线，牵到新竹第2净水厂，为着用路人安全，再暂时画红线。冒沿路大个是因为画线时有部分的车辆无刹车，在地区有的所在无法度画线，安顺拜一得完成改善。那段时间就是天府路那边会先画设红线。等我们埋设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它恢复成白线。有部分的用路人民众他的那个车子还是压在那个线上，我们画不到，所以才会有部分的白线没有办法画成红线。那我们今天都会改善完成。自来水公司指出，因为中间拄着旧历过年禁止施工，天府路这段工程会伫明年3月完成。期间嘛会派人伫现场指挥交通，提醒民众经过这路段要注意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伫台中市的南区有民众那亲像甲车的外观改做是那小型的火车伫路面的拍走，嘛引起真侪人的注意。有人伫台中市南区街路发现车路摇火车，好可爱，超可爱的。这台伫路咧走的小火车，甲真正区间车外观真共款，看起来都真像迷你版的车厢。但是有人翕到这台小区间车闪电火，驶伫个街路。最近常常有台中市南区的民众发现，这台小区间车伫街路拍走，真眼目。迄嘛是那旧啊车安尼尔，有灯光足济啊，那彩色。我看这台车哪特殊啊？依照法律来讲，当然是这种是不能上路了。虽然有人讲真趣味，不过要安全记录。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记录，是不是医疗代步车会阁进一步确认？不过，干那外观初步检判，疑似是倒起来车，除了无经过安全检验，前路可能有安全风险，也无照规定领核准的牌证，会依法当罚。此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1项2款，驾驶拼装车辆未经核准行驶于道路上，将会处以新台币3600至36000以下之罚锾，并移至保管。如果它是拼装车的话，那主要上路的疑虑就是说，用路人可能不能辨识它是什么东西，那他要往哪里走？他如果没有靠最基本的灯光信号的时候，大家会没有办法辨别说他是在直走呢，还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若是大部车路权因公是过路人共款，若是倒客车前路，无那可能造成用路人危险，驾驶的人也可能因为时间造成交通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原民会主办的原住民国际音乐节拜六礼拜2天伫台东市的森林公园举办，有成700外人参加。也毋过传出讲彩排的时阵上惨，各民众拢乌白蛋粪扫受未少乱伤。连续8年伫台东举办的巴西瓦里原住民国际音乐节，在礼拜六礼拜伫台东市森林公园举行。歌手伫舞台顶拍拼演唱，台下观众嘛听甲真欢喜，哪听歌哪伫内底食物件。2天的音乐节结束，14透早主办单位派清洁人员清理环境，清出一大堆粪扫，甲空酒罐是无用试。来公园拍木球的民众嘛发现排水沟附近有真侪人乌白蛋的粪扫甲卫生纸，甚至有民宿的业者接待参加音乐节转来的民众。不过因为有人食烧酒醉，竟然有人走入去别人房间的浴缸啊。今天也问客座就会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是他是说门打不开啊，米酒也有，还有什么酒都有了。就是这2天办活动了才会产生这个状况了。伫森林公园附近的民众讲，今年巴西瓦里音乐节来参加的人比往年更加侪。虽然会当带动观光，不过只是彩排时阵的噪音影响台东市区民众的生活，真侪人拢去甲里长反映。因为中午要休息嘛。晚上也要睡觉嘛，或许适应的时间就比较不理想。有民宿的业者认为讲，音乐节是良性的活动，不过来参加的民众爱尊重音乐，唔通啉甲醉茫茫去影响到其他的人。若无明年无欢迎来参加音乐节的民众来遮大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场真特别的表演哦，是众朋友演唱歌有听众朋友组成的舞蹈团哦，因现场佮使用澎湃，呈现出真无共款的演出。美妙的声音，唱经典的西洋歌曲，现场抑阁披着一阵一阵的香味，互人规个心情拢放松落来。唱歌的少年音乐家，虽然目睭看无，也毋对声音真敏感，唱歌真好听。声音的咬字我会特别去揣摩，然后加上说，因为之前我是读英文系的，这首歌我就听原唱怎么唱，要把那个咬字给学起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发音可以更细致一点。这场艺术表演会是新疆艺术家做伙完成的沉浸式表演，邀请有摕到法国调香师证照的时装调香师，以将表演的氛围调做无共香气，和表演会当听、看、批。希望进来的人，他们有感觉到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被放松的感觉，然后能够也符合它的主题。所以你刚开始闻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像我刚刚我的学员就讲说，老师这个味道就有那种咖啡色的感觉。除了时装艺术家的音乐表演，香港听无的朋友所组成的林正南听障舞蹈团，用手舞结合现代舞蹈，呈现另外一种水，也互大家知影，新疆者伫咧各行各业，拢会让开创一片天地。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